来看高雄，昨有一位姓林的查甫人呢，去互掠通缉法的警察当作是共党的，而且这态度是真强硬，佮歹声扫，爱这个负责人呢报这身份证号码，最后呢是硬甲人带回去派出所。落尾警方发现讲是掠唔对人啊，才放移走。事后呢，这当事人甲过程拢放伫咧网络顶头，引起众人议论。在今仔日凤山分局出面会室的新任错误，也讲会追究这3位警察的责任。 我不要叫车！啊，你不让回去？我走去警察局，看你们是不是真的警察。3个查甫人自称是警察，但因为无穿制服，姓林的女子无愿意对警走。17暗时，凤山中校派出所员警伫文化中心要掠逃走的通缉犯，警方认为女子是共党，甲人查入来查问。当事人讲伊是行路来行车，因为警方态度强硬，声扫真歹，女子嘛无爱报身份证号码。最后人方带回去派出所，一直到暗时10点外，警方总算查清楚认唔到人啊，才放人离开。当事人伫网络打文批评警察黑白掠人。事后凤山分局出面会室内，嘛承认警察的做法不适当。对于本案的为师，警方除向当事人致最深的歉意之外，另将依规定惩处，并追究考侦责任。 同时强化远警教育训练。民众无犯罪，去拄到警察执法不适当，亲像这款情形，要安怎维护自身的权益呢？律师讲，民众现场会当先要求警方提供异议单，将搬载过程、警方的资料拢记录落来，作为日后行政诉讼的凭据。若是妨逮捕，会当要求提审，由法官来介入审查。人民只要被法院以外的任何机关逮捕拘禁。 不论是否基于犯罪嫌疑，其本人或他人都可以申请提审，由法官介入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的合法性。而异议单的作用在于，如果民众认为远警的盘查无理由，可以当场提出异议，要求远警重新审视自己的盘查理由。 伫即摆事件，警察拢无甲民众攻击的权益，可当事人互扣留伫分局将近2点钟。律师强调，分局是公共空间，假使民众有受到言语的打压，也是霸凌，嘛会当向法院提出公然侮辱的告诉。记者柯家如、柯昭阳、高雄仓报道。